我是乐乐，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。你们看过我的台语剧场了吗？这次有个特别的机会，我可以带你们去台语剧场的摄影棚参观哦。赶快跟着我去看看，里面都在做些什么吧。Let's go！ 准备，路上来55 ，Take one， 准备了，来3、2。大家都有跟上吗？哇，好多人呢！他们在做什么呢？他们是要演出这次台语剧场的演员们。我们要准备拍摄了，所以大家都在忙着排演跟化妆。你们看，里面的主角是猴子耶！嗨，你好啊！演员哥哥姐姐们超级厉害的耶，都可以一次说很长很长的话。如果要我一次说出那么多台词，我应该会全部忘光光吧。嘿嘿嘿。当然喽，哥哥姐姐们都是受过专业的训练呢。看完了这么多精彩画面，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想赶快看到台语剧场呢？台语剧场第2季，2021年10月，每周4下午4点30分播出，记得准时收看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！乐乐有频道喽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哦，嘿嘿嘿哈哈。